早晨，早晨，定點推介啊！咁呢，就啱，琴日呢，就接咗呢一隻新朋友返一時計喎。呢位朋友呢，就叫做迷十啊，去一去片先。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啊！我呢個頻道係一時計啊！我呢個頻道係講錶㗎，為你嚟講錶嘅係我萬師兄，多謝大家收看。好開心啊！揾到一隻迷十，狀態非常之好啊！呢隻錶包金帶都係比較少甩啲嘅，呢隻包金帶係啦，個樣嚟講呢，就有一個運動圈啦。但係佢就自己講係有200米深潛啊，應該係屬於200米，因為佢呢個刻度呢係去到由1分鐘去到15分鐘，呢係屬於深潛嘅手錶。手錶嚟講都狀態非常之好啊！好，放翻低喺度先，俾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啦。咁呢一隻係金鋼系列啦，咁留意下呢個圈係包金圈嚟嘅呀，唔係18K 金圈嚟㗎。呢隻簡單嘅款式啦，亦都係潛水錶啦。好啦，講翻潛水錶呢，其實帝陀呢喺呢個自呢一個1954年啊，帝陀呢就推出咗第一款嘅潛水型手錶喎。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其實嗰隻手錶呢就應該係有個細花 logo 嘅盾牌呢個位置啦。咁帝陀嘅 Offset Pins Submariner 呢，就係呢個型號啊7922啊，潛航者嘅初期第一版嘅款式。咁個手錶咧嘅設計咧就滿足咗咧耐用性啦、可靠啦、精確同埋防水性咧都係全部達到係最高水平嘅。而價錢嚟講，當然係比呢個勞力士會比較平啲啦，即係比較貼地啲嘅價錢啦。潛水員咧多數咧都會中意用呢一隻潛航者嘅手錶作為一個潛水嘅工具啦，因為嗰陣時咧都手錶嚟講咧係一個高科技嘅產品嚟㗎，潛水錶。咁變咗咧就如果你要潛水就要帶呢個錶啦，就方便咧你可以睇到嗰個氧氣樽嗰個時間啦。咁當然去到現代啦，即係而家啦，現時咧呢啲潛水錶都係一個襯衫嘅款式啦，又唔係話十分之會潛水啦，潛水可能會用翻一啲電子手錶啦，係啦，佢嗰個時間咧就去到呢一個初期嘅100米潛水深度啦，係啦，跟住後尾咧去到1958年已經係有200米潛水深度啦，即係而家眼前見到呢一隻咧都寫住200米60係啦200米呢度咧就有個660啊，係啦。個深度啦，都係屬於深潛錶啦。寫低咗咧一個深潛嘅記錄啦。咁我相信其他品牌都會做到嘅。每個型號咧都做過好多個實驗啦。又揾翻一啲潛水大師啦，或者係潛水員咧落去實地考察下隻錶究竟做唔做到。真係一個深潛呢，上到嚟會唔會有水氣啊？嗰啲當然係冇啦。型號嚟講呢，有幾款嘅，最早嘅呢就係7923啦，細花嘅潛水錶啦，100米嘅防水深度啦，我諗都比較難見到啦。好啦，7924係改良咗咯喎，係嗰個霸的呢就比較大粒啲嘅。咁呢就係有8毫米咁大個喎，嗰個把冠，令到嗰個防水深度咧去到200米，即係佢個扭把的咧可以扭得實啲啦，變咗個壓力冇咁容易入水啦。去到7928呢個型號，哇！一跳咗4個型號喎，呢個手錶已經去到1960年代啦，亦都有一個護橋啊，而家呢個護橋都擺咗喺呢一隻錶度喎。護橋都有喎，嗰隻亦都係細花嚟嘅，1960年代初啦，就會見到呢一個啦。最終版本咧去到1967年喎，原來係1928咧呢個橫跨咗呢一個年份咧係7年啊有。
可能都係用於細花，我未見過大花啊。潛航者咧已經咧達到一個巔峰嘅狀態啊！喺個標盤同埋個指針嗰方面嘅設計咧，都有一個精心嘅調整啦。例如用咗 Benz 針啦，或者係波板糖針啦。如果舊款嗰啲咧係方格嘅，後期用埋雪花針添，我相信去到差唔多2000年。好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象徵咗咧呢個帝舵嘅潛水手錶咧一個基礎嘅規格嘅款式啦。去到後期呢一隻1990左右嘅款式咧，已經係達到呢一個最佳嘅 setting 狀態啦。係啦，總結一下咧，嗰個帝舵潛水嘅歷史咧，就係一個創新啦，同埋一個故事啦。係啦，好多法國嘅海軍咧都會採用啦，或者係1954年啊，由1954年嘅首款潛水手錶啊，一路改進。而家變成一個俾你見到眼前呢一隻咧 mini sub 係啦，嗰個型號咧就係呢個94401啊，係非常之靚啊！好啦，跟住我就會再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隻手錶個尺寸大細啦。手錶嚟講，呢個尺寸咧就係呢個33.2mm，即係33mm 啊，38嘅甩塗甩啦，厚薄係有12嘅。機芯方面咧就係用一個 ETA 嘅2671嘅機芯啦。留意嗰個潛水圈咧係冇囉囉聲嘅，係兩邊可以搖動啊。因為機芯方面咧都係屬於雕陀女裝手錶嘅機芯啦，都係有單日曆嘅設計嘅。萬星教過大家留意日曆嘅邊緣就係機芯嘅大細啦，所以佢呢度裏邊有一個內架啦，令到嗰個機芯咧托正喺中間位置嘅。好啦，放大俾大家睇下啦。留意到隻錶已經有一啲歲月嘅味道、歲月嘅痕跡啦，但係會見到咧佢有個夜光嘅字釘依然可以留咗喺度啦。仲有已經係變黃喎。雖然隻手錶咧係如果講古董手錶，萬星做開嘅都70年以上啦，咁但係呢一隻帝舵咧就絕對冇啦。我諗都係30至40到30歲至40歲到啦隻錶，但係啲夜光明顯有一個變黃啊，因為佢都係用緊呢一個 T 面啊，係啦，夜光係一個 T 嘅塗層啊，咁佢會比較短時間已經係會有一個變黃啊，或者係令到你嘅錶更加有一個歲月嘅味道啦。古董錶就係玩呢一種嘢啦，係啦，玩呢一種方向啦。留意個巴的咧係呢個係比較少有嘅，佢除咗有頭先講過嗰個歷史啦，佢有個護橋啦，後期改進有一個護橋啦，就有一個鎖把的啦，亦都係一個大官幼把嚇，因為隻錶比較細啊，佢唔可以做粗把的。嗱，呢個管咧就係比較幼身嘅，亦都係一個螺絲鎖把的啊。螺絲鎖把的亦都係勞力士漢斯諗出一種防水嘅性能最好嘅配備啦。手錶嚟講行起上嚟非常準時喎，因為隻錶咧應該係由總代理自己係之前啊上手應該係總代理抹油嘅，咁呢隻錶咧做出嚟嗰個效果非常之好啦。採用呢個 ETA 嘅2671機芯，2671嘅機芯咧嗰個儲能咧都係達至有30小時左右噶啦，都有日半嘅鏈嘅儲能啦。底蓋方面係勞力士同埋勞力士巴的，但係個冚已經係改用咗盾牌雕陀啦，係啦，啱啱就係鹹水交界啦。咁佢可以話俾你聽咧，呢一個係 original Oyster Case by Wallace 啦 ，Jennifer 啦，即係呢個係日內瓦嘅勞力士設計嘅外殼啦。咁變咗睇落去咧，隻錶就成隻勞力士潛水錶啦，所以亦都會受到咧貼地嘅價錢，令到大家都可以入手到一個潛水手錶款式啦。咁而手錶咧係比較細隻嘅，適合嘅人士亦都好多喎。嗱，手操嘅亦都得啦，係一條原裝帶嚟嘅，嗰個長度都係 full length 噶啦，係啦，亦都係適合一啲比較右手嘅師兄朋友亦都可以啦。留意下
古董錶咧就會有兩邊都係有窿噶啦，呢啲只係比較早期少少咧，兩邊都有個栓嘅，可以方便拆嗰條勞力士嗰條生意嗰條塞出嚟啦。因為佢呢度係密底嘅，亦都係有打吹嘜啦，嗰條原裝錶帶，哇，全原裝狀態，非常之靚。仲要係一樣嘢好重要啊，係膠鏡。不過以我所知，呢隻玻璃鏡係比較少有啲嘅。因為玻璃鏡已經係變咗大頭啦，細頭多數都係用膠鏡，而我所記得嚇。咁而 Benz 針比較後期啲啦，早期嗰啲咧就係有個方格嘅，唔係波板糖針嘅，係方格嘅，但係亦都有夜光啦，係啦，標誌係細花嘅。咁呢一隻係金鋼款式啦，非常之獨特同埋靚，咁亦都上一上手俾大家師兄欣賞一下一啲比較多人愛好嘅潛水手錶啦。嗱，萬星隻手咧10.5 cm 手腕啦，戴上手亦都係有一種自然嘅味道啦。男女都可以佩戴喎，呢隻錶，留意。好啦，有啲反光啦，即係證明一個膠鏡啦。好啦，咁而家呢條片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呢個係定點推介啦，唔知大家對帝陀嘅迷十啊 mini 10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啦，亦都歡迎大家欣賞萬星嘅一時計嘅定點推介嘅影片啦。係啦，亦都係多謝大家要記得俾 like、share、分享、訂閱同埋撳鐘仔。係啦，咁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看啊，多謝啊，拜拜。